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浪流连，台语安尼写，浪流连，浪荡、鬼混、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、无所事事，台语讲浪流连。主要是咧形容人无一个正业，都敢若知影要耍，甲时间拢浪费掉。伊无一个正经头路，逐工食饱营营，四界浪流连。人伊着好命，出世好业人斗。有本钱浪流连，总是你兄我弟溜溜去。你拢已经娶某生囝，爱有一家之主的担当，袂使阁像较早安尼，逐工浪流连。我常常看伊甲一寡不三不四的朋友，花天酒地浪流连，你敢确定要嫁互伊？实在嫁袂变，爸母出门做生意，吩咐小弟爱乖乖踮厝顾店。但是爸母前脚一踏出去，小弟后脚就阁走出去浪流连。已经过身的艺人朱高亮啊，捌拍过一支的广告，伊讲伊哦，一世人浪连溜连，食老都爱拍车连，就是俗语所讲的，少年袂晓想，食老唔正样，就是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少年的时阵，都爱把握时间甲机会，好好拍拼，才袂食老。做无一项成，伫遐咧悲哀怨叹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浪流连，实在真趣味。